不，那是不是张公馆的？不对，为什么不对呢？这你打错了。我打错？对，我打错了，你接电话，讨厌啊！喂，你是谁？请问你找的是哪一位？有什么事情要交代？有话就请你快讲，别再发呆。打电话却不说话，莫非你拨错电话号码？说句话，你别害怕，你闷声不响，我心乱如麻。也许你是个没交往，也许你是个癞蛤蟆，玩笑你别开太大，只听到你的呼吸。你是谁？这么晚了你还不睡？到底你是人还是鬼？或许你只是想找一个安慰。打电话，你累不累？一个晚上打了10几回。叫你别开太大，只听到你的呼吸。喂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不告诉你。你快说！说。好，告诉你，我是闯空门的。你们家里为什么要有人？